中南部严重来欠水，台中大甲镇南宫应农田水利署的要求，让58栋后搁来举办着祈福的法会。相关的官员照着传统的风俗来穿白色衫参加着法会，祈求有雨水马之称的大甲马会当来赐福，帮助台湾度过欠水的危机。这个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讲，这绝对不是迷信，这是宗教的信仰，有安定民心的作用。这次提报旁写祈福的文字，而且也会使带来雨水的上样好。伫台中镇南宫头前举办祈福法会。现场包括董事长颜清标、台中市长卢秀燕、龙照民俗穿白衫参加。限定一摆镇南宫举办祈福法会已经有58年，今年欠水严重，庙方因为农田水利署拜托，搁一摆来向妈祖祈福。我真紧张呢，我昨下晡嘛，搁来跪一拜。祈福法会是安怎找大甲妈？大甲妈有雨水妈的称号，因为相传妈祖只要出巡就会落雨。传说是因为大道公就是保生大帝，用妈祖无成功，挑工伫出巡的时阵落雨，想要害伊的总火气。披麻戴孝呢，是表示哀伤，那希望呢得到上天的怜悯。穿白色的衣服其实是古代呢披麻戴孝的一个简化版。大甲镇南宫过去已经举办10几摆的祈福法会，透过庄严的仪式，除了会使稳定人心，嘛希望会使提醒民众欠水的状况，用水时阵就要较省。